电里嘛来到行水边。哎呀，聊聊传统的客家童谣，你听球又弹过。这首歌曲呢，我们从小听到大，很多小朋友还听着这首歌曲的，跟着大人力嘛跳舞哦。没有动到唔系客家人的朋友弹过了歌曲，根本嘅是天然演的乌克丽丽弹唱教室，强下来学了歌曲哦。我连根本嘅歌曲以前呢，演你先来本演你的手机听通一下，爬格子。好，大家记得哦，大拇指顶着这个琴颈后面，顶着，以它作为支点哈。好，转回来看，右手用我们的大拇指，用指腹的部分来弹。声音才清亮，太深的话就很不好听，要侧面一点点啊，指腹比较清亮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爬格子练习喽。首先，食指压着第一格第一弦，中指压着第二格也是第一弦，第三格也是第一弦，第四格也是第一弦。好，我们在第一弦上面爬格子。好，右手大拇指平均哦。好，然后接着第二弦、第三弦、第四弦。好，这样的动作反复多做几次。好，让手指运动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我们的练习才不会扭到哦。接着我们就赶快练习我们的新歌吧。哎呀，今天天公落水了哦，我们今天要唱我们的传统的客家童谣，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曲《天公落水》。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和弦，今天的和弦有哪些呢？好像都是一些老朋友哦，不难不难。注意哦 ，C 和弦，第一个无名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三格。好，第二个好朋友是谁呢？哀怨的 A 麦。中指按着第四弦的第二格，哀怨。这个和弦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，不会全部明亮，也是要有点哀怨的哈。好，第三个 G 和弦，G 和弦，这个哇记得吗？中指还有食指，这个耶这个啊，按着第一弦第二格跟第三弦的第二格。然后把无名指放上第二弦的第三格 G 和弦，明亮的朋友 G 和弦。好，今天呢，大概这三个和弦，那我们的右手的节奏呢，就会嘣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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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记得嘣恰恰吗？嘣恰恰这个和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，在我们的乌克丽丽教室常常被提到的一号，不是人物，是一个刷法，嘣恰恰嘣恰恰嘣恰恰嘣。恰恰嘣，恰恰，手很自然的摆动，嘣，恰恰嘣，恰恰。好，不过呢，今天我们要唱《天公落水》之前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下和弦的转换哦。很多的堂课了，那我们也有一些心得，有一些小小的技法要跟大家分享。比如说在今天呢，这个嘣恰恰嘣恰恰，很多会有一个小节出现两个和弦，那我们就是要平均分配它们的力道。比如说这个 A 麦换到 G， 嘣。恰恰嘣，恰恰哦 ，A 麦再一次哦 ，A 麦换到 G， 嘣，恰恰嘣，恰恰有没有 A 麦？还有一个是 C 换到 A 麦，嘣，恰恰嘣，恰恰，这个相对简单啦，因为是一个无名指，然后再来是中指，来，嘣，恰恰 C 和弦换到 A 麦，嘣，恰恰 C 和弦，嘣，恰恰嘣，恰恰嘣，恰恰嘣。恰恰，好，今天这首《天公落水》，它的重点在转换，就是在这几个和弦比较困难，不然呢，它是一首非常轻快、有活泼的歌哦。大家都知道嘛，活泼的歌通常和弦都很多，所以以后慎选歌曲。开玩笑的。好，从头来。天公啊落水哟，两个天公啊落水哟都是 C 和弦哦。天公啊落水哟，好，换到刚才的重点哦，阿摩呀，有 A 麦到 G， 阿摩呀，
哦，阿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妹就在 A 麦到 G 啊，这个哀怨的和弦到明亮的和弦的转换。好，下一个就是大年里马来到杭水边，一样哦，出现了我们刚才说过的 A 麦换到 G。第一个大年里马 C 和弦，大年里马，然后来 A 麦来到一下杭水边 ，G 和弦杭水边。好，下一段呢？杭水呀，情又情，杭水呀，情又情，哦，又出现了 A 麦到 G 和弦，杭水呀，情又情。好，下一段，到水中游来游去，鱼仔啊，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哈。C 到 A 麦，不对哦，我起错 key 了，再一个，在水中游来游去，鱼要游嘛，和弦变换就要快，就像我们的鱼在游动一样。再一次哦，在水中游来游去。你可以接着从头带来一次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分解和弦。那我们很快的把这首歌组合起来，从头唱一次。天公那落水哟，阿妹呀，大年里马来到杭水边，杭水呀，情又情，在水中。了解安尼今晡日天公落水，今晡日乌克丽丽弹唱教室到了片，安尼下摆长累了哦。